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初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是10月份的头一天，10月开始有一寡新制度要保护乡亲知，其中进行5倍券10月初8会当开始使用，佮有第一阶段的公费流感预防射是从今仔日开始注射。另外，汽机车、伤吵、错人耳、错音的厝地10月份起过。若自助餐、便当店，人客用过的纸板、纸碗、纸杯啊，今日开始店头嘛要回收，若无回收，上悬是罚30万。伫今年10月有包括流感疫苗、4种新冠疫苗，同时有5种疫苗伫咧做。其中公费流感疫苗632万剂，分做2阶段做。第一阶段初一开始，包括65岁以上的是大人，也未读书的囡仔、小学到高中生，将在高风险疾病，抑佫有新的妇女。因为上报是开放公园的儿童游戏场，互民众使用，因过有原来配合防疫措施。10月有真侪新措施开始实施，行政院所设的进行5倍券，10月初8正式开始用。民众会当用5倍券伫咧各通路消费，因若纸本的订加领是会当伫咧4大超商5倍券的官网，抑佫邮局官网进行。国内8间电子支付初一开始开放跨机构转销。另外，环保署10月开始实施超音翕相，汽机车伫咧驶时阵噪音超过标准会自动侦测，1000到3600个罚单就会寄去恁厝内。另外，汽车装载废品会加重罚款，自即卖9000提悬到10000，以避免发生交通意外。伫餐饮业有新的规范，自助餐加便当店，若是有提供店内食，而且是用纸餐具的，就会照规定回收。若违规，上悬罚30万。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农委会辅导饲猪所伫咧199只以下的小型饲猪场，禁止用喷加动物性的铺来饲猪，也毋过若果子铺、豆仔铺即款食物性的铺是会使。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风有略略增强，水汽嘛有增加，北部、东半部会小可变天，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北风有增强，伫遮方面的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规工不时拢有短暂阵雨。伫北部的山区、东北部雨嘛较大阵，其他所在今日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爱西至西北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嘛有机会上大雨。明仔载天气甲今仔日是差不多的，温度的方面高温有31度至34度。若礼拜日开始太平洋高压未增强，阁会转做秋后热的天气。因为透东北风，所以今仔日西半部、中南部空气品质有较歹，乡亲嘛爱细致。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昨昏有54万栋咱台湾驻门飘头的 BNT 预防车送到位。今日透早5点16分，第二批大约60多万栋，搁送来啊！一透早，华航班机降落伫咧桃园机场，伫昨第一批54万剂客制化标签的 BNT 疫苗到台湾了。今仔日再起第二批60万剂，对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送到桃园机场，由鸿海大集团自治顶单位制定管理1500万剂 BNT 疫苗内面客制化标签的部分，一批一批送来台湾。这2批疫苗是依照国外的标准，原厂的包装标签拢是英文，无简体字，加客约的样本同款。BNT 伫咧进前9月初二93万剂，9月初9 91万剂，昨54万剂，今仔日60多万剂，照顺序到会。针对第9类的部分，我们都会提供，还有目前大概是12岁到22岁的民众。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49岁以上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在估计啦。到今天我们估计大概影响就16万的学生左右哦，所以应该这49岁以上的这个年纪还会再往下放。有效期到明年1月底，65万6000剂 AZ 有风险。昨日到也自泰国运来台湾，指挥中心讲会赶紧安排民众做，因为咱家己订的1000万剂 AZ 有风险，自3月到今已经到货502万剂。我们有65.6万剂的 AZ 的疫苗，AZ 的疫苗我们订了1000万剂，这双边购买的。那目前是到货到了502万剂，那这次的效期是到2022的1月31日。除了 BNT 加 AZ 有风险有到货好消息，总统蔡英文昨一早起也机组第2剂高端疫苗，注册了抑个摕黄卡互媒体翕。副总统赖清德要也机组第2剂高端疫苗，
因两个人拢用做过2剂高端疫苗，展现对国产疫苗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阁有机组人员违规，这是民航局接到投诉，讲华航有一个副机师伫居家检疫期间拍走，阁带无工人登去处理。华航昨昏是决定讲，要甲这个副机师记告停飞，调离机师的职务。画面内底这个穿青色短裤仔来的华航副机师，去互民众检举，伊伫8月16即勤结束倒来台湾了后，8月18还阁伫5天的居家检疫期间，出几夜该走出门，还阁带无共朋友登去处理，真明显违反检疫规定。华航再去调开人事评议委员会，认定伊违规的事情明确，以公司相关规定来处分。该记1支大告甲2支小告，还阁有停飞，而且无限期取消伊空勤的资格，也就是该调离机师的职务。民航局这边也会再来检视华航在管理上是否有不当之处，或者没有完全。那目前民航局它每月都有定期提报就是有关机组员违规的一个情况那最近2个月，8月、9月，那机组员违规的案件有3件。去年12月份，迄当阵一个中央航空纽西兰籍的技师，伫执勤的时阵无爱刮喙罨，佮伫居家检疫的期间，甲朋友做伙出入公共场所，落尾去互中央航空司头路。今年6月份，陆富迪饭店爆出群聚事件的时阵，嘛发现有华航技师甲空服员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做伙去酒吧，落尾2个人去互记告甲停飞。今年9月份，一个台湾籍的中央技师伫执勤进前写健康声明无落实，还阁伫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出门甲朋友食饭，嘛互中央航空司头路。如果说确认属实的话，那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说，对于这样子就是说轻忽这个防疫政策的这样一些组员，其实该惩处的，那就依照相关的规定去做惩处。技术工会表示，因认同甲违规的人裁罚，嘛呼吁机组人员都要确实遵守规定。因应变种病毒的尾段，其实为8月28开始，无论敢有完整做过疫苗，飞长途的机组等来台湾了后，机组人员拢爱去防疫旅馆或者是公司的宿舍做检疫，袂当伫咧厝内做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马咱国内疫情有大大稳定，昨昏嘛是无本土病例，安尼敢有机会伫防疫警戒这部分继续降级。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真侪国家预防车注射率拢真悬，也毋过嘛是会逼出疫情，所以总讲咱国内预防车注射率达到60%以后，政府才会思考看要安怎做。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无变例，确诊中心也无新增加死亡。不过，指挥中心讲有7个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是4个男性、3个女性。境外移入的个案是从印尼、美国、丹麦、菲律宾、斯瓦蒂尼有2例，柬埔寨入境，入境时间是9月8号到9月28号。截至目前，国人疫苗注射率已经达到55.71%，也互外界开始期待疫苗注射率达到60%，是毋是会当阁降级？对这样代志，指挥官陈时中是讲，最近一寡疫苗注射率悬的国家，疫情拢出现变化。未来总共台湾达到60%，恐惊嘛是未降级，不过会思考更加侪开放的做法。到了60%之后，那一些比较难开放的开始思考来做一些开放。那至于降级，那我们希望的覆盖率要能够更高，还是要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所以我们衡量各样的变数跟社会的管制的措施跟大家的一个遵从率，然后来选择。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准备，因为施打的覆盖率都还没有到那么高。最近国内疫情转好，不过高铁也是禁止自由坐，互袂少上班族是希望会当恢复袂自由坐。对这样代志，陈时中是讲开放的可能性不加悬。这个月大概每天本土案例平均不到2人所以开放的可能性是蛮高，不过看看它的需要性对着疫苗陆续到货，指挥中心也宣布，第11轮新冠疫苗要提供自 BNT 第1支，除了18至22岁以外，也包含所有第9类对象，也加49岁以上的一般民众，也提供 AZ 自第2支。预定8月初6进前自第1支，届满10礼拜以上55岁以上民众来使用。另外，只要是满20岁以上，还未自任何一支新冠疫苗，也是已经自第1支高端疫苗，让28天以上的民众，唔免伫病台顶医药，会当直接接洽合约的院所来自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滨镇一大汽车回收场，昨7点外发生火灾，报废的车辆导火了后，加上汽车顶头有也有油，所以火是烧甲真猛，甚至搁调化学车来斗相共。
传出火灾即个汽车回收场伫滨镇快速路一段，回收厂有报废的车辆，也有车油甲燃啊，火是烧甲真猛。警消出动26台消防车来拍火，甚至阁有吊化学车来斗相共，加载无人伤亡。因为这烧的燃啊皮臭毛毛，即嘛引起附近民众怨叹。那导火原因，即嘛也搁咧调查。继续关心针对三峡文子公病院工主无透报的 BNT 预防车这件代志，指挥官陈市长是表示，处罚的部分，新北市的卫生局伫10月初3会完成调查报告，就会对外说明。若即2天，阁有加3个人去住院，其中内底有一对母仔囝，妈妈是咧发烧，若查某囝是发烧了后，手无法度举悬，心肝头皮泡菜，加在住病院了后，拢无代志啊。那不要说他担心，我们全家都担心啦。前永高大学理事长肖明文的新妇甲查某孙离市伫文子公病院永高永福宫注射站注无透报的 BNT 原液，查某孙离口发烧，手举袂起来，加上心跳到120以上，紧急住院。过2天新妇也出现发烧，甲手骨无来症状，先后住院检查。孙女生症状啊，真提前发生，然后我那个媳妇啊，到现在已经全部都症状都已经缓和下来了。包括这对母仔囝离到30这2天，有增加3人住院，即摆注无透报的 BNT 原液的25人，累计有13人住院，到30下昼3点为止，已经有6个人出院，目前有7个人住院观察。文子公病院是讲，注疫苗的25人目前身体状况拢真好，相关的检测将会继续追踪。大部分都是接种部位的疼痛，那有少部分有2位病患呢，他们会觉得心跳呢是较快的，不过目前整个状况都是稳定的。这是一个等于是在一个行政上面的一个疏失，所以基本上大概看起来对于 BNT 的打气并没有影响。文子公病院驻 BNT 疫苗的疏失，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也强调，这是行政疏失，相关听取新北市卫生局也将伫10月初3完成调查报告了后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考虑就业市场受疫情影响，也未稳定。劳动部伫昨昏时宣布讲，安稳雇佣计划2点控要延长到明年6月底。头家上悬会当摕到3万块的补助，若劳工的津贴上悬稳2万块。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为着要解决欠晶片，这是要求台积电、三星这个半导体企业45天内爱交出客户名单，库存中这个商业机密。咱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企业会当家己决定什么物件要公开，什么物件不爱公开。针对这个讲法，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是批评政府无情无义。来关心联合报，经济交通部到安徽统计，5月份咱爆发本土疫情以来，全国是进入3级警戒。若伫路仔顶，人甲车就减真济。淹过今年顶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同期算是增加的。平均无到2天就有一个过路人因为车祸死亡，所以看起来交通安全更是同款是咧恶化。嘛是交通的问题，这是苏花改通车了后，资本公路总局是考虑安全的问题，所以限制重型机车行这段路。也毋过从中昼开始，苏花改是试办251cc 以上大型的重型机车会当走这段，互袂少车友拢真期待。昨昏嘛有几啊百台重型奥多麦的车友走这段路来参加。奥多麦一台线一台出发。车队排到几多公里远，因为这款车友等真久啊，总算等到苏花改开放，上百台大型的重型机车伫咧苏澳集合，时间到照顺序出发，要人特别请假来抢头香。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重车要到花莲、台东玩，都是要走苏花公路，所以现在能够开放，我们是当然等很久了。很开心这次能够参加历史性的一个，特别带我太太请假带我太太来走一趟。我想要走安全回家的路，走苏花真的太可怕，太多不可避免的东西，有一些落石或什么，真的太危险。然后想说今天开放，就象征性请特休来跑这里的。9月30中到12点开始，苏花街正式开放，排气量超过250cc 的大型重机全线通行。
公路总局的7万6个嘅评估可行性，结果做调整。国民党立委叶玉兰讲，真侪人认为大型重机上国道驶苏花改也有真侪问题，伊就甲车友做伙来亲身体验。这么安全的路哈，如果只是限制某些车种不能开，我觉得是有点可惜了。当我们大家都能够非常规规矩矩用路的时候，能够让这条安全的回家路让全民共享。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不反对，因为在国外他们是可以的，所以在国内应该也要加强宣导，就是说安全性的技巧。苏花改通车4年外来陆续开放小型车、大汽车，也个大货车通行。因过公路总局考虑到苏花改双向拢只干那一线道，汽机车共车道较危险，而且专停长磅空真多，空气品质、噪音甲温度拢无啥适合奥多摆，所以无开放奥多摆通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真久啊，这么因为通车了运营稳定，开放7型大型重机，因过有条件。那大型重型机车需注意的事项比照小客车需开启头灯，然后维持50公尺的距离，禁止行驶超车路肩。苏花改开放大型重机对车友来讲是一个里程碑，车路管团体也话讲得到应该有的权利，以后会继续争取白牌甲绿牌奥多摆的用路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77万人。咱做伙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223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17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4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78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710万例。检讨来日本，日本进前的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是选调自民党的党主席，按算是后礼拜要上任，伊嘛将做日本第100任首相。也毋过，伊上任了后，就要开始面对11月份的众议院改选，也有控制疫情、拼经济，也有中国甲北韩安全政策的考验。岸田文雄29日发表自民党会之前的胜选感言，就说甲国民党齐拍拼，以共一个团队的立场应对新冠疫情。经济方面是延续过去安倍甲菅义伟路线，宣布年底前推出30条支票规模的纾困方案，推動成長甲財富分配的良性循環。年内に数十兆円規模の経済対策を策定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多くの国民の皆さんに共に協力していただける、こうした雰囲気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きるだけ幅広い国民の皆さんの所得、給与を引き上げる。こうした経済対策を経済政策を取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日本国的有料将伫10月初4指名岸田成为第100任首相，伊的内政考验除了疫情甲经济之外，也有在会的举行关系政权监视轮替的众议院大选，伊表示会追求全党团结积极赢战。外交方面，随着中美竞争相关，外交甲安全政策是焦点。岸田宣誓将保持三个决心，推动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实现自由、搁开放的印太地区，外界分析岸田会继续加强美日同盟，对中国保持强硬战略制衡，除外应对北韩威胁，甲处理对韩关系也是考验。基路民众普遍对新政局有期待。誰になってもね、それはあんまり変わ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岸田さんの場合、官僚がすごくよく動い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う。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スムーズに。政権が運営さ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中国外交部伫岸田胜出了后，也表示，中国关系甲日本新执政团队同齐遵守4个政治文件原则，推动中日关系正确发展。另外，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伫后个月恢复今年8月切断的南北韩热线。广西新闻是会中编译。那岸田文雄将做日本的新首相，外界嘛在关心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敢会受影响。学者是分析讲，岸田文雄应该延续关系委，也个安倍晋三的路线，对抗中国，支持台湾，卖加强甲美国合作，
这个外交方向应该是未改变。所以无论咱台湾要参加 WHO 也是 CPTPP， 伊应该拢会支持。颜田文雄会征召日本新任的首相。国史馆专工伫人面册抛出历史的相片，是伫1994年做众议员的颜田访问台湾拜会前总统李登辉。相片内底颜田看到真正的模样，嘛引起大家讨论。外界关心颜田上任了后，台日的关系会安怎发展？国策院几个学者认为讲，日本政府有台美日同盟的态势会延续落去，来差偌济。日本整体的这个政策跟安全上的考虑最近几年来几乎是完全在配合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外交的问题应该会延续的，这个安倍晋三的这个内阁的一个政策，美日安保应该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学者分析颜田当选是日本自民党派系立下的结果。捌做过外务大臣甲防卫大臣的颜田，应该会伫中美竞争之间来谨慎面对。颜田进前嘛表示，伊关注台海的议题，会继续遵照美国印太战略，希望提升台日军事的交流，也有支持台湾加入 CPTPP。包括现在的英日的一个军演，他再在乎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遏制，一个嚇阻，他嚇阻重于实质。那我是寄望台湾跟日本呢，其实关系应该是比较审慎乐观的。蓝文家分析颜田对中国的立场，甲对台湾议题的态度，拢比江议委要大较硬。不过明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甲北京同学等现实的问题，加上经济压力，颜田对中国应该会保持较有春秋的政策，嘛依持甲台湾积极发展非政府之间事务关系政策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8月份，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区发生大爆炸，上无是造成218人死亡，也有6500多人受伤。但过这个调查案，到今也调查未出结果，甚至审理的法官拢已经换2届啊。罹难者家属是去黎巴嫩司法部门头前抗议，要讨公道。在重重的警力介护之下，贝鲁特港区大爆炸的罹难者亲属，二九碰到心爱情人的围剿，昨日伫司法大楼门前示威抗议，因控诉高官商户艺术海港的歹习惯，是对因已经过身情人的二度谋杀。تشويش التحقيق هو بروف انهم كلهم مذنبين، كلهم حطوا ايدهم بهالجريمه، وبنحاول وبنعمل المستحيل حتى يوصلوا على نتيجه قانونيه، بس يعني انا شخصيا املي كثير ضئيل لانهم اقوى منا بكثير。负责厘清大爆炸责任归属的审理法官泰瑞克比塔日前方下令停止进行调查，理由是前内政部长马昌卢克甲前公共工程部长费尼亚努斯指控以过失罪嫌传唤因的法官行为不当有偏见。同款的情况，去年12月也发生在顶一任的审理法官法迪沙万的身上，地属于今年1月离职。القاضي عنا عم يتهدد من السياسية وعم يتهدد من كل شخص عم بيجرب يتهمه. المتهمين ما بعرف بأي عين وبأي حق بيروحوا بيقدموا طلب رد للقاضي، هن متهمين بينزلوا يمثلوا قدام القضاء。这场伫港区仓库抗7年的2700栋硝酸铵所引起的大爆炸，当时爆炸的威力，连伫地中海塞浦路斯拢感受会到。贝鲁特一大部市区轰炸甲路畅畅，造成至少218人死亡，6500人受伤，是史上上大的废墟爆炸事件之一。人权观察团体在内几个民间非政府组织连续指控黎巴嫩当局阻碍调查，对法官比塔不公，要求应该将调查权托付予国际团体。欧洲议会最近通过一项新决议，呼应黎巴嫩民间团体声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田纳西州一间小学发生枪击案，而且开枪的甲受伤的拢是小学生。有一个13岁学生囡仔受重伤，若开枪的学生嘛已经被抓到。来关心北韩伫拜二的时有发射新研发的超音速飞弹，若北韩的官方媒体即马个曝光，因国发射一粒新研发的地面对空中的飞弹，不过因的领导人金正恩同款无到位。来看印度有一个大集团打算要伫斯里兰卡起一个新的码头，地点就选伫中国经营的码头的边仔。
这项行动嘛，互外界认为是咧对抗中国。中国停止进口咱台湾的食件甲莲雾，农委会是表示讲，中国事实大省都无甲咱台湾参详打合，所以决定要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申诉。若伫11月初就会讨论这个案。卖水果，中国发现虫害无沟通，就直接禁止输入。农委会讲，即届发现的白骨神是属有低风险有害生物，依照国际惯例，输入国发现会当用粉还是吹来处理。咱方后续再阁提出改善的做法。毋过中国到即马对咱方高变所提出的对外需求，一直看完无回应，只好依照 WTO 的模式解决问题。大概都会先从 SPS 例行的会议去做这个处理，它绝对不是说就像一般在国内的法院，你要提告的时候就一个按个铃就开始哈。SPS 例行会议，水食的物件安全检验甲动植物防疫检疫例会，农委会是讲11月初举办，咱方10月中提案，若做无法度解决，再搁进入下一个阶段，也是袂使，就搁进入第3阶段争论处理机制。有学者是讲，依照这个机制处理，是不是会当预先的效果，也有待观察。所以也是爱先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做这件事情未必可以解决实质的问题，所以我们期待农委会拿出更实际的动作出来，解决农民真正的问题。这个台湾头一遍针对甲中国的农业贸易问题，寻求 WTO 解决，都亲像农委会所讲的，未一个开始就进入争论的处理机制。有专家是讲，就算台湾行到这一步，请求争论解决小组来裁决，是不是会当经由大会同意顺利成立？恐惊还有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还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高手有一个超商的查某店员，因为爱入来买物件的人客爱甲喙暗挂好，跩无张持巧，一个精神无稳定的这个查甫人拍着伤，而且即马是重伤。因为这个查甫人精神无稳定，佮无按时咧食药啊，所以馆长潘明安是讲有拜托病院看讲敢是爱强制治疗。伫昨昏有人去县府申请，希望县府爱甲伊登记收治，毋好互伊佮登记庄下头。新南村的村长带村民做伙坐车，3日下晡去屏东县府门口陈情，因为因实在是感觉真惊。昨日早一就等啊，迄足特别啊，是来接送，是阮的百姓唔是恁呢。虽然县长潘平安将一间才公开会室的，讲会请病院谨慎来评估，会以登记收治这个男性的方向来做处理。不过村民也是真恶接受，而且真生气，因为一个姓杨的男性2日伫便利商店攻击查某店员，致使这个店员鼻仔甲目睭是互伊拍甲重伤，而且伫3个月进前，佫捌举刀仔攻击一个老阿婆。不过强制就医了后，无偌久就佫转来啊，致使攻击事件佫一届来发生，互村民是心肝火都佫惊吓。村里面的声音我们都有听到，对，那我们都会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做一个把这个整个社会安全网的部分，就是做一个更完善。卫生局讲会好好处理，不过这个姓杨的查甫人行为失控，村民是无法度安心。毋但是来တင်情，庄仔头嘛发起联署，希望法院唔通讲互这个查甫人登去因的庄仔头。整个村庄一听到他要出来，马上每个村庄的人都会怕。这个查某店员目睭互伊拍着伤，恐惊是会有病危。因老母甲村民是拢感觉真唔甘。这一天落来有袂少村民来联署，就是希望法院等等的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互村民会当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伫昨昏是通过全国性公投无在籍投票法的草案，意思就是唔免登去设户口的所在，就当登公投票。未来呢，刷落来要交予立法院去审议。毋过要伫外地投票，需要60天前代先申请。目前立法院也未审议这个草案，所以伫年底公投确定也无法度使用。行政院会30通过讨论真久的全国性公民投票无在籍投票法草案，考量到民众因为工作还是读册无方便回乡投票，开放国内外县市移转投票，毋过无包含国外无在籍电子也甲通信投票，专案将交由立法院审议。移转投票的方式，让有投票权人本人亲自在投票日前往投票所投票。我们既可以扩大政治参与，也可以深化民主。
公投无在籍投票必须事先提出申请，会当用书面也是线顶的方式。根据中选会规划流程，必须伫投票日前60天申请，投票日前55天负责地选委会编组申请移转投票者的名册，投票日前15天公告名册，投票日迄天投票人伫移转投票地投票。若是有公民投票权的，拢会当申请，将采取上令的方式来审查。不过立法的时间搁加上一寡准备时间，所以年底的公投确定是无法度适用。这个申请时间的截止到投票日，按照草案规定的话，至少要有60天了。要在今年12月后手剩70几天的时间是肯定是会来不及的哈。李进勇表示，希望会当赶紧完成审议，会当伫2023年公投会复适用。不过移转投票敢若韩国来移转，海外公民也是无法度。或者是讲，伫中国的台湾民众人上济，安怎互因更较方便来行使公民权，也有待解决。你没办法处理嘛，你行政上没办法处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执行上的这个现实，就只能限缩在我们这个自己有管辖权的这个区域嘛。中选会预测差不多190万至200万人符合申请条件，或者是分析讲，公投使用无在籍投票是较单纯。不过烦恼到时阵是毋是集中伫上北市投票，选务工作是毋是会当负担，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景电视新闻台，从2019年年底开始申请。NCC 伫昨昏是表示讲，这个新闻台的申请案顶礼拜外部初审已经通过啊，接落来按算伫10月份的时，要摆伫 NCC 审查。若准年底进前复审通过，就会当成做这10年来头一间核准成立的新闻台。伫网络平台财经认为到各种新闻议题，拢找到2019年就向 NCC 申请设立的行电视新闻台，敢会当正式播出，真受到各界关注。NCC 正式申请案伫顶礼拜的外部初审过关。新闻台要做申请案啊，还媒体报道说传出主委下指导期一度引发评委的不满暂停，最后初审通过。初审你没有在场。那第二，您有没有曾经在这一个新闻台申请的时候下过任何的指导期？当然没有，我要怎么下指导期呢 ？NCC 主委陈耀祥到立法院备询，有立委质疑外卡风声新闻台新设，主委有下指导期。不过陈耀祥强调，并无参与咨询会议，也无指导期，一切拢是新闻操作。另外，正常传出有评委意见资料外泄 ，NCC 也针对调查进度做出回应。上礼拜的那个我们咨询委员里面，我已经提出报告，跟我们的委员报告。特定的新闻台会被评审委员都认为说有不公的情势，那这样子内部调查完毕之后，不用跟外界说明。提出这样的疑问的是只有一位委员写的资料，为什么外面会知道？这个我所调查出来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委员报告完了之后，所有咨询委员都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NCC 的例行委员会是伫每礼拜3进行，有官员有讲，上紧伫10月份就有机会办案，因为 NCC 有10年时间无核准新闻台设立，所以此案若讲顺利过关，也会互行电视新闻台，成做10年来第一件新设成功的案例。除了这之外，目前也有大数科申请案，也在保健庭事中初审还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中华。中华的八卦山卡有一群人用在地故事结合多元的技术，以幸福做主题，要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中华精神。那发起者是法国做艺术的创作者叶玉君，伊伫2017年的时，登去故乡中华，希望要让大家看到中华人的勇敢、热情甲幸福。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咱做伙来去中华看卖。已经连续举办3年的挂山历艺术节，是中华真受欢迎一年一届的活动。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团队也是真拍拼，以幸福为主题，设计出7种无同形态活动，要让参与者会当深入了解中华的过去甲现在。挂山历就是你这样子，就是你是你啊嘛是我嘛是咱安尼，所以挂山历是一个找中华人的力量的艺术节。这届以3个新长者亲身的故事来出发，号名做应用旅程的活动，结合改编新鲜故事，在过程当中无表演者，要让观众亲身体验当行为受到限制的时阵遇到的困境，让因会当用同理心来看待，
是这个行动艺术真重要的目的。他们可能经历了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或者是身体有某部分的障碍。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像一个英雄，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好像理所当然的，可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样。这届嘛有参与艺术节活动的外省第3代在地画家强宏毅，因阿公伫退伍了后，就伫南过溪坑的边啊开一间杂货仔店。强宏毅囡仔时代点点滴滴，正做即马甲居民互动创作的题材。爷爷过生日啥那，这里过这里是最重要，因为人就是需要看一步，咱透过带咱在地居民、学生囡仔嘛好，还有时大人下一代。咱透过一种公共性的共同创作，其实会使去体会这种辛苦。在疫情扰乱之下的2021年，咱看到中华有一群人用无共款的形态来呈现生命力，让每一个人透过参与，谱写出中华人100年来骄傲自信的进行曲。记者罗秉竹、连胜为中华报道。为了要纪念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年，文化部有专工伫中山堂举办台湾音乐100年的展览，希望让民众了解这100年来本土音乐的演变甲历史。台湾，咱台湾，海真宽，山真宽，大水小船的路关，远来人客讲你水，阿里山入个潭。1920年代，蔡培慧写的这条《咱台湾》本土歌谣，毋那是日本殖民时期启明的重要歌曲，也见证100年前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留落来的音乐种要伫咧。庆祝文协100年，文化部伫咧台北中山堂办台湾音乐100年的特别展。本土文化以前是受到打压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透过政府的重视，然后透过我们的这次的展示，能让这个文化能被发扬，能被传承下去。展区内面有李天禄的布袋戏红啊、九天民俗技艺团相关的音乐文物，而展了后，台湾歌戏的演变也拢有小解。传统音乐甲现代音乐受到现代社会冲击，甲迄个西方的迄个音乐的影响，咱希望讲透过这100年的迄个互相的了解还会使互咱下一代音乐搁继续发展落去。对曲盘、卡大到数位串流，也对西方音乐进入台湾，对本土音乐的发展甲起落两大面向。文化部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台湾文化协会的启明精神，甲台湾音乐的重要性，到大要深深存在。记者洪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再来检考来家己的水上有社区是咧教时代人布袋戏，而且因搬是庄仔头在地故事。出路是我开，出手是我栽，若是要为家来。戏台前特别演布袋戏，戏台后有人特别配音念口碑。嘉义县水上乡刘安拿社区加另德社区的时大人，做伙特别演布袋戏。安尼一项眼教，互阮感觉讲收获良多。较早虽然是看做布袋戏，咱拢毋知伊讲伊种的种的足深啊学问。这一次伊是做主演者，互来参与来制作布袋戏，互安尼济岁的人会当讲体验到大家快乐，迄种做伙来创造一个物件，迄种艺术的快乐。两个社区60几位是大人，年纪上大有90几岁。因家己做红仔，讲社区在地故事，互人知影这两个社区布袋戏的历史。食到遮大汉啊以前细汉的时是拢伫电视看到咱黄俊雄、苏彦文的布袋戏，即马会当亲身来人着布袋戏，真欢喜。或者时代会当对咱这掌中戏去回味较早怀旧，甲咱这掌中戏会乐趣，感觉摕到咱社区。嘉义县文管局讲，刘安拿甲另德社区伫日本时代就捌成立布袋戏班，社区利用文化部的补助计划来上课，那时大人有趣味的体验，也找到社区家己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波士顿近200年来，因的市长拢是白人，而且拢是查甫人。不过最近市长的初选选出来是2个少数族的女性，这2个女性的候选人伫后个月要对决，其中爸母拢是台湾人，今年36岁的吴美赢面真大。
新世界选民咱做会翕相，伊就是第一摆波士顿市长初选当中得到上关票的大A候选人吴美。我叫吴迷，我在竞选波士顿的市长，希望可以竭力为大家打造一座为我们而建的城市。30大岁吴美爸母拢为台湾来，伊伫芝加哥出世，为读册住伫波士顿，伫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伊捌为参议员华伦助选，后来选择家己行政之路。伫2013年28岁时阵，选到波士顿市议员，加做当地第一个RA 市议员。3年了后，加做波士顿市议会8年来第一位RA 议长，也就是第一位做这职务的非白人女性。伊决定加入政坛，为选民争取权益，甲伊移民家庭背景有真大关系。我是一位母亲，我也亲身体验过，当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找不到途径的痛苦和无助。我父母当初移民来美的时候，不但不会英语，也没有钱或人脉。当我母亲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我在家中开始担任义母义姐的角色，照顾母亲和妹妹们。伊甲另外一个同款赢得初选阿拉伯波兰的女性候选人乔治，虽然同款是民主党市议员，不过两人主张无同。吴美大胆提出绿色新政，希望让市民有免费的大众运输通坐，对照政见是较温和，主张公共安全。We do have the boldest vision for Boston. We do have the longest track record of accomplishment. We have built the coalitions to get things done that people said were impossible, time and time and time again. 分析指出，历史经验显示，温和派候选人赢面较大，不过吴美初选得票率比对手悬出11个百分点。伊是不是赢到波士顿第一个RA女市长？11月初2就知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10月初8就要对外公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回获提名不管是个人也是团体，是超过300个。其中联合国的难民署，也个伊方社的 COVAX 平台，甚至是关心气候变迁的少女东贝里，也个白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这拢有人支持。瑞典的气候变迁运动家唐贝利伫讲台顶演讲。伊今年拄满18岁，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人之一。Because a politician's job is to win elections and get votes, not having radical climate politics. And today you don't win elections and get votes by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唐贝利伫咧15岁时阵就带头推动制定气候变迁政策的运动，伊固定伫咧拜五罢课，也发展真济全世界运动，吸引几落百万学生加成年人，要求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的个人加团体有329个。包括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蒂哈诺斯卡娅，自2020年开始领导民众对抗总统卢卡申科。Сила для власти, угроза для власти – это не кандидаты, это люди Беларуси,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больше жить в унижении. Они хотят жить в свободной стране, где людей не будут выхватывать с улиц в автозаки и бросать их в тюрьму по надуманным причинам. 38岁蒂哈诺斯卡娅。伫呢个影音布洛克翁在被掠击关，其他的总统候选人被禁止参选了，意外真济候选人之一，真济人支持。虽然贝亚卢卡申科连任成功，不过欧美国家拢把蒂哈诺斯卡娅当作是实际的当选人，目前伊是被票流亡伫咧立陶宛。个人提名也有即马被关伫咧加拿大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也若被提名的团体包括帮助加保护全世界移民加难民权利的联合国难民署，伫新冠疫情做出贡献的社会组织，也有全世界疫苗出入机制平台 COVAX。真侪媒体甲专家拢伫咧要适当的摕到这个奖，10月初8公布了就让知影。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希腊今年的热天是热翕，空气寒，即马讲称高温。害当地空气涵收成是真歹，大量死亡，因为海水温度伤悬，这空气涵是哪亲像红煮熟同款。养殖业者将一罐一罐的空气蛤蟆扭起来，发现顶头这种白色敢若水管型的糖是甲密，蛤蟆壳一撬开，内面拢无肉。
Σαν να βράζανε στο ίδιο τους το περιβάλλον. Κάναμε λίγο υπομονή, περιμέναμε βάσει και σταματήσε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αλλά αυτό δεν γινόταν. Συνεχιζόταν ο καύσωνας. Με αποτέλεσμα να θανατωθούν ό,τι είχε απομείνει. 那今年收成歹，连拄只投资市的幼栽也有9成死去，表示明年也欠收。业者讲，拢是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伫过去25年来唔捌遮尔严重。Δεν έχει ξαναγίνει τέτοια ζημία στο θερμαϊκό κόλπο. Όποια άλλη ζημία έχει γίνει στο παρελθόν ήταν διαχειρίσιμη. Φέτος όμως φαίνεται ότι η κλιματική αλλαγή είναι εδώ. 希腊伫今年7月温度升到45度，海水温度也有28度。专家讲，温度悬，孔雀蛤蟆较袂死，不过掉伫蛤蟆壳顶头这种白色的糖较冻热，数量若一多，孔雀蛤蟆就较袂大，甚至会死。气候变迁和饲养的孔雀蛤蟆供应量变少，有一寡餐厅8月菜单就已经看袂到孔雀蛤蟆。Ποτέ δεν θα μπορούσε να φανταστεί ο προπάπους μου όταν άνοιξε αυτήν εδώ την ψαροταβέρνα το 1947 ότι θα έφτανε η στιγμή να συζητάμε για επάρκεια στα μύδια. Η κλιματική αλλαγή που ακούγαμε στην τηλεόραση μέχρι χτες χτύπησε και τη δική μας πόρτα. 希腊、意大利、法国加西班牙等国家已经因饲的孔雀蛤蟆肉拢真大只，主要拢是外销。专家警告讲，若是气候变迁继续恶化，若是饲孔雀蛤蟆业者无法度生存，民众若是要食好食的炒孔雀蛤蟆，也会愈来愈困难。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那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局是宣布讲，要加23种野生动物列作绝种的动物。大部分的动物拢是伫太平洋附近的生物。另外，伫巴西，因是讲用发现新品种的恐龙，是两只脚短手骨食肉恐龙。红色有关像树芽共款的尖喙，有上帝之鸟的丰富。这是关注美国南部的树芽翠啄木鸟，当时伊也是第一个互美国联邦政府列为濒临绝种的物种，也促使国会通过濒临绝种生物法案。不过到第29，美国鱼类甲野生动物保护局宣布列入绝种名单，未来只会当透过标本去看伊活的时阵的风采。Unfortunately, many of these speci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were rare or very uncommon at the time that they were found and when they were listed. Unfortunately, that means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benefit from the provisions o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before going extinct. 除了像个翠啄木鸟，还有其他的鸟类、微哺甲淡水鱼类等，总计23种野生动植物放列入绝种名单中。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人为开发破坏栖地、甲气候变迁等因素。科学家警告，目前当有几啊百万的动物伫未来10年消失，所以列入绝种名单是要唤起咱人的动保意识。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evaluate from time to time where we are, and and because these species haven't been seen in a very long time, despite a lot of effort to find them, I think it's probably time to declare them extinct and hopefully learn the lessons that we need to learn and move on. 另外，伫南美洲的巴西，古生物学家伫圣保罗州发现离即马7000万年前的恐龙，而且也是新的品种。Era dinossauro bípede, né, bracinhos curtos, que tinha em torno de 5 metros de comprimento. E ocupava o topo da cadeia alimentar naquele período em que ele viveu. 2002年头一摆发现化石，经过几啊年恶掘工作，古生物学家透过比对骨盆形态加上尾椎形得的特征，将尾确定是新的肉食性恐龙。伊的标本即马已经展示伫博物馆。公司新闻王标文编译。前一阵啊，好野人拢在上太空，那人类的太空梦想即马嘛拖到网络产业。这个月，美国的影星汤姆克鲁斯，也有俄罗斯的剧组，拢要去国际太空站拍电影。俄罗斯即马已经传好要拍人类史上第一部伫咧太空级的剧情片电影，女主角普瑞斯德、导演史本科，一个专业的太空人安东史卡普列罗夫，10月初5要坐俄罗斯的联合号太空船去国际太空站12天。拍一部叫做《挑战》的电影，讲一位无太空经验的女医生，去离太空为破病的太空人动手术的故事。Космонавты будут играть себя, но в те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которые им прописаны, которые им будут поставлены. Самым сложным для меня было это тренировк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корабле
Очень пока там тесновато сидеть людям моего роста. Уже бояться, наверное, немножко нам все-таки позд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уже прошли этот путь. Нам остался Байконур, там еще много всего предстоит. 36个女主角尤利亚·普雷斯德是对全国的竞争者内面选出来，为了要上太空，积极伫咧练身体，而且伫正位空间内面爱家己伪装做造型。导演也会经历摄影、灯光、音效。太空站顶头的太空人就是演因家己。除了这边上太空的3个人以外，还有有备的演员、摄影师加太空人组成的后备团队，6个人做伙伫咧莫斯科附近的太空中心生城进行3个月的训练，适应无动力的空间，连饮水拢要有机卡，最后拢通过专业科学加健康检查。 Ребята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на все 100, на 150%. За них я даже не переживаю. 这项甲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合作的拍电影的计划，也是为着未来更加多元的太空商业娱乐发展试水温。今年美国3间太空旅行的业者，拢成功将非专业的人送去了太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去年9月也宣布。 会甲影帝汤姆克鲁斯合作，开2亿美金伫咧国际太空站拍电影，同款也按算今年10月出发，详细内容也未公布。不过，这场美俄太空电影的竞争是由俄罗斯先出发。公司新闻是会两边译。天气报伫在，甲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 外岛的温度是25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